会走伫嘉义生前那边去，会走伫罗前那边去，会走伫五前那边去。啊，男人就无敢去，但是咱前日迄阵倒来，咱是周前日迄阵甲副前日份啦吼，迄阵叫阮这点文书来开会，啊，大家拢咧挖人吼，大家拢挖人，啊，你要挖什么人？你有意思要挖什么人？问咱周前日，你挖什么人？咱周前日是干到迄个单前日，阮有开会嘛？前日，你老前日是有边啊？你想知影？你说了，我们就跟你走啊，是这么的简单。但是咱前日高瞻远瞩，徛足远，看足远。伊讲一句话：喊老前人行要甲什么人行？甲老前人行要甲什么人行？石破天惊，这句话定立咱义和性长的道观，迄叫做跋紧，定咱义和性长的命运。咱义和性长讲是若单前日，甲咱周前日，甲咱带对老前日边去，进听12我咧办道，12哦，老前日规方面。迄阵人，不然我哋说，这拢无，这拢咧宣传呀，这拢无咧办。我唔是讲我是会哦，这是我知影。但是进，大家说我有法，天命嘛有法。你这点啊做正百英用点到，啊是什么原因？我点到这个交我对一个，我若交迄个比前人啊，伊盲扑，因即句啊，咱讲你知无？正阮咧正盘。正盘你听无？正盘啦，啊讲一个头讲的，歹听，叫做乱盘。我请问咱各位，过去咱两位前人，甲咱决定这个命运对不对？对。咱真啊真正，我老前人来找咱周前人，讲过来变，你着爱咱往行，你往行。所以咱若真正往对边去。咱真正点么说，大家真正百英啊，会当来爬山咧，有影会当来爬山咧。所以这就是啊，前辈高瞻远瞩，伊甲你看了着，方向甲你扫了正确。所以咱今日来感恩，真正。所以咱今日去拗道人办，咱来有个人从，是因为过去点么说，过去前人甲咱开创一条真正咱义和性命的环境。安尼叫做一机五协，一机就是有18支的，咱兴个一支内底当中咧，伊有5协，含孙建仁一协，含罗建仁一协，含郭建一协，甚至当时南面一协，连义和性命较细伙尔啦。咱只好嘛是一个环境在内底，所以咱一定要相信咱家己，咱要相信咱家己。所以呢，因为建业大江的世目，发展蓬勃，传承永续，道路毋是要绑到咱结束，道路毋是要绑到咱结束。咱今日人徛伫咱家己的立场咧看这个现实，我真71岁，我若80万，我都10万年，我通做啥物代志？后壁有千万安尼遐个机关，你往放这个所在，这毋是咱个人的代志呢，这是代替伊个性命的命运的方向呢。所以你当时，迄个男人，迄个谢千人讲一句话：我们要做一个传承人，我们不要做一个断种人。咱要做一个传承的人，咱袂使做一个断种人呢。咱义和性命的种了，有良知、有武器、一协的一个环境，咱义和性命的命要甲断不掉的嘛。所以呢，咱今日，这就是发咱大家智慧吼。以薪火相传，永续生业；以忠义精神，永续修办；以正义、以政治正见，永续理念；以专业培训，永续人才；以团结力量，永续红展；以高瞻远瞩，永续传承。这叫做啥？建德业大纲的第6条的大纲的序幕嘛吼，后边。高瞻远瞩，发展蓬勃，传承永续。内底我们师尊的故乡，歌章万树，高瞻远瞩，一贯道发展，
乃是天恩书德的家批，各祖线前人无比披荆斩棘，筚路蓝缕，流血流汗，建国而成。伊这个道具啊，都是过去的前辈。那伫咱遮啦吼，伫咱遮，咱拢接受人后壁过去前辈遮，咱这点文书，咱过去也有足侪点文书，拢咱的前辈，迄拢已经因过去李政府掠去拍掠着刀，偷偷摸摸，咱像这因过去捌讲的讲，因拢骑脚踏车，骑去到家，骑脚车无倒来哦，骑去到迄个水上面办道乘船哦，披星斩月，流血流汗。道务毋是咱个人的，道务是咱义和前辈者拍拼的。今日是分互咱做，而道务八单位是咱义和的道条，毋是各单位的道条。义和生党是一家人，不是八家人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。是因为咱大家有能力分出去做咱，大家领导一方，各咱们分工啊合作。所以义和生党是一家人，所以呢，然而相聚之，人了是得道啊，不过啊，会寥寥无几，是非前辈有德，毋是前辈才无德啦吼，乃则于相聚无人，相聚，什么是继续的人无人啦？迄私心，迄偏见，迄无见力的大家，促使一时一运的改写。因为咱修办到修到尾啊，各点文书，各点文书意见，各点文书，各点文书个意见的看法。哦，伊则甲你讲，伊即句话安怎甲你讲呢？乃则以相聚相隔无人，是安怎？个人的偏见、个人的私心、个人的看法，袂好势了，使得然后内底当中变成安怎？没有办法团结。所以促使一时一运的改写，未来到咱当时咱兴业，咱讲半边共选，咱以兴业这个道路，真若处理到中华文化。